Đây không câu của nó nè. Phải rồi. Ít phong nó có bé rồi thế này. Rồi xem à. Rồi xem à. Mà giờ ông phải chăm bố nó nè. Mom.
写了。你在管这个墙？你在想？哎，起来！还有个这么急的呢。好啦，到家了。吃饭呗。那肉呢？就那个这可以说的那熟呢。醋你不能喝。醋。那个。我爸爸，我爸爸发财去了。我要吃这个肉。妈妈。哎。你可以做的。嗯。
来。热热。你看，还已经走了。人家说278忙呢。刚呀，对嘛？这个是。你说没货呀？怎么呀？我跟你说了给要那钱嘛，工资嘛，我说现在我那么老板说了给。人跟人要车贷，你还说？说的吧。你怎么还说27.8？我给你27.8，我给你。他那个钱，他那个亲说，他要公司就给钱27.8才给了，我这给拨钱了。那是吧？别推扫了，老二。是吧？这车说也晚，估计人家放脚了27.8，估计人家是放脚了。你是不是刚给车贷打的话呀？他给你打的话呀？俺那个没接嘛，我给打回去了。人说贷着完，你还说人给你开工资？多少给别人呢？哪说？你说？这个对车贷，我说现在工人工资还没开呢。人不刚说
你催了吃啥嘛？老是推啥的？啊？我说催那工资嘛，给你老那钱嘛。不催。妈妈，大门对呢。对呀。对。你在上面了嘛？宝宝。整包子。整包子。老板，你给我吃，你给我推完。你吃呀。你吃嘛？你吃吧。啊？你吃吧。用那碗吃了是吧？上午吃的冒饭。当米饭。那么老是他。妈妈。你吃这个吧。妈妈好吃吗？好吃。